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4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奧運站。奧運站顏色為鋼藍色，位於大角咀西部，於1998年6月22日通車。呢個站嘅命名係向香港運動員喺亞特蘭大奧運會取得佳績致敬，並發揚奧運精神。月台牆壁更印有代表唔同體育項目嘅壁畫。奧運站共設兩個東涌綫嘅側式月台，兩個平台之間係機場快綫軌道，而奧運站嘅車站大堂設喺月台上方。呢個站已經付費區位於大堂中央，兩端則係非付費區，而客務中心設喺大堂中央位置。由於奧運站被西九龍公路及連翔道包圍，奧運站包括建造5條連接車站及周邊發展項目嘅行人天橋，為行人提供方便嘅接駁網絡。因此呢個站所有出口皆連接行人天橋，通往周邊多個屋苑同商場，同時作為行人橫過公路嘅通道。奧運站設有12個出入口，分佈喺大堂兩端，分別係往維港灣嘅1同2出口，往匯豐中心2及3座嘅 B 出口，往匯豐中心1座嘅 C1、C2、C3、C4 同 C5 出口及往奧海城2、3期嘅 D1、D2 同 D3 出口及往海帆道記出口。喺計劃階段，車站以佢所處嘅地區命名為大角咀站。然而，地鐵公司喺1996年7月宣布考慮更改車站名稱，以回應地產發展商嘅要求，以採用區內居民建議嘅櫻桃站。之後，香港代表隊喺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取得史無前例嘅佳績。滑浪風帆選手李麗珊更為香港奪得歷史上首枚奧運獎牌。地鐵公司除咗獎勵李麗珊終身免費乘車之外，同港協暨奧委會達成協議，喺同年12月16日將車站易名為奧運站，藉以表揚本港運動員傑出成就。今日奧運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九龍站，未完待續。